旅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旅程中认识新的朋友，交换彼此的生活体验和故事。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新的体验呢？来到女班，爱吃的或是改炸用霸种呢，还有玩了刺激的赛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放慢脚步了，感受一下文青的旅行，还有我自己手做的温度，来去看看。这个地方很特别哦，看到你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动手做。今天我就要来做一个属于我的腿儿。其实我的妈妈就是一位裁缝师呢，现在就来检视看看我有没有遗传到妈妈的好手艺吧。就我的了解，好像是要先是不是转几圈这样？哎，有在动嘞！哦，可以耶！哦，直直的照着老师的线走哎。好，哎，我成功了。老师，我这样算成功吗？唱，安子唱嘞。啊，我有没有很厉害？很棒，很棒，真的。有人这样第一次就车成功了吗？没有，你是最棒的。天，哎呀，谢谢。看来我没有丢妈妈的脸哦，妈妈，你的好手艺我可是有真传下来的。接下来的是捐印，要把我喜欢的图案印在腿儿上面，迫不及待要来看成品了。可以打开了吗？可以。啊，好可爱哟，好适合我最爱的圣诞节，你看看。而且呢，俩在腿儿动是种，真的，你看看，待会我们应该想要再把它吹一吹嘛，哦，可是你看它就是手拿也好，背的也很时尚，俩在腿儿动是种，我把它吹吹喽。今天来到内湾，我完成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手作包，拿在手上特别有成就感。你也可以来体验看看哦，而且俩只腿儿都是种哦。